大家好，我係 Kit 姐。今日煲北芪茯苓瘦肉湯，主要成分就係北芪同埋茯苓。通常個搭配呢，一就係煲紅棗或者係杞子。湯水有補氣健脾、利水消腫嘅功效。圈住呢個就係北芪啦，補氣固表，增強免疫力。茯苓健脾利濕，寧心安神。如果成日都失眠嘅話呢，煲下茯苓湯係唔錯嘅。加嚿豬瘦肉一齊煲湯，可以提供優質嘅蛋白質，滋補身體。再加幾粒紅棗、圓肉，即係龍眼乾、薑片，就係呢個北芪茯苓瘦肉湯主要嘅材料。茯苓洗乾淨，浸水半個小時。豬瘦肉洗乾淨，切大粒，加薑蔥，冷水下鍋出水，出水後沖乾淨備用。紅棗去核，準備好一塊薑片。北芪、龍眼洗乾淨，湯鍋加入3公升水，加入所有材料，大火煮開之後，轉小火繼續煲2個小時。食之前加少少鹽調味就可以啦，唔用明火煲都可以燉。注意一下，餵哺母乳、孕婦或者慢性病患者要先諮詢醫生。我係 Kit 姐，下次再見。